来继续来看中央政府明年度的总预算，伫个立法院吼拿白联手来封杀第5届卡条例，条约今仔日继续来协商。行政院长杜英泰昨暝发文章，用点菜来讲条约即摆的局势。院长更加讲到讲，餐厅会使甲伊赶出去，外界解脱。伊是暗仔咧，比如讲立法院会当来祷告。杜英泰回应讲，伊是希望大家拢会使互相来退一步。上新的消息，下晡这个条约协商也是破局，所以院长韩国瑜猜是10月24下晡的3点，再个继续来协商。希望朝野协商之前，让大家也重要的是让在野党团看到我们有这样的退让以及这样的心理准备。做好什么准备？总预算案第2摆协商前，行政院长杜英泰就先直球对决。伫面切以总有一种办法会当行下通为题，行政院长杜英泰这篇文章内底做真侪比论。当初食饭，大家决定早1000块点4出菜，入去餐厅点菜了后，餐厅的头家要求加点第5出菜才要上菜。安尼双方你看我，我看你，暗指这个总预算无进展，其中餐厅的头家杜英泰暗指是在野党团，不过故事也未煞，人去坚持这摆就点4出菜，第5出菜后摆才过来点，不过餐厅坚持讲一定要加第5出菜，双方又搁挡调咧。伫这故事的背景，杜英泰写的秘书就是点水楼的和解饭，只是一般人咧讲以客为尊，人客无要去忍耐，建议餐厅同意了后，唔通讲呢要求加点，更加放条讲，干那这摆尔，后摆袂使干呢。这摆就由人客设法加点费用。解决这个问题，讲就是17头一摆协商，执政党提议将禁发补偿调整到4万，不过在野党犹原不满。消费纠纷无法度解决，无奈之下只好请消保官出面。不过餐厅却讲人客恐吓，当然餐厅买单决议将人客赶出去，一切重新再来。换一句话讲，条约继续对立落去，行政院不排除找大法官释宪，甚至欢迎立法院祷告。主要他自己打自己脸嘛。大法官现在都变成我们这个民进党后门喜宴小弟的时候，你找大法官来的意义是什么？暗喻有好的开始，大家要互相各退一步。虽然杜英泰讲这个辩论有好的开始，不过以这款的讲法又搁引起条约的对呛。Hello， 我是张新文。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